15上元暝，这古早人呢，男男女女暗时是会烧酒去看花灯，所以伫咧元宵节即天也会流传一寡甲姻缘有关的即个台语的俗谚，亲像是头晚仓嫁好翁，也是讲这跳菜鼓娶好某等等。也毋过因为安尼做呢，是会破坏人的菜园啊，佮加上即马时代改变，所以这古早的传统呢，伫咧现代也渐渐无去啊。 民众透早来市仔买圆仔，旧历正过15，即天是元宵节食圆仔代表团圆。有民众讲，等者要拜祖先地基主，祈求规家伙仔平安顺遂。店家讲，即马生理是一档比一档搁较歹，因为现代人较无重拜拜，生理有较差。比因过来讲，生理较差哟。对对对。啊，你敢是大家无爱过节，还是讲迄落雨的关系？过节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现在年轻人他不要拜了。 少年的在食呢，无咧拜。元宵是过年第一个月圆，嘛向前春天来啊！男男女女会烧酒去看花灯，所以也流传一寡甲姻缘有关系台语俗谚，亲像头晚仓嫁好翁，头晚菜嫁好婿，搁有跳菜鼓娶好某，有机会得到好姻缘。不过台语专家指出，即寡拢是时代咧甲时势创治的俗谚。后来有真侪菜农真抓讲，讲无代无志菜园去互人乌爸母，慢慢啊，即寡传统伫咧现代就较少看。 古早算增加数量较济嘛，有人真侪人种菜种菜，有人常常用这个创意，互遐种菜的人吼，哇烦恼啊！即马话庙宇嘛，惊讲人会安尼，所以因就准备足侪葱啊，放伫遐讲你免头晚，我直接送你。你有听过什么头晚葱啊？对，嫁好翁嘿。头晚菜嫁好婿，这是什么？你有听过无？按照以前老人家修行拢咧讲一寡成语安尼。大家老师也讲，时代咧改变，有一寡过时的言论，亲像元宵节，搁有一句俗谚，或者冷丁卡、西兰趴，来鼓励大家生后生。不过现代社会追求性别平等，囡仔健康就好，所以一寡台语俗谚用来讲笑看看就好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